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，咁呢場波喺旺角場上已經見到文莊一度嘅艾華頓啦，今日只係作為座上客啫。黃色衫嘅李文作客嚟到對住藍色衫嘅東方，喺缺少咗主力射手艾華頓嘅情況之下呢，一開波果然見到狀態有啲回升嘅東方呢先採取主動喎。咁啊第一個呢馬高斯嘅射門呢，由於係食得唔係好應棍，咁啊俾個警告信號你。咁啊跟住落嚟啦，好快第二次機會又到啦，中間留意下兩個走位咯。林顯庭跌低咗個波呢，落喺洛迪古斯腳下，佢就碰下撞下個波呢，困咗入網。當時我哋咧都唔係好敢肯定究竟呢個波，首先林顯庭咧有冇越位啦，咁啊但係結果咧問題都不在佢，咁而係咧個波佢冇掂到，反為咧就落咗喺後上嘅洛迪古斯腳下。費利普薩提供咗一個重要嘅助攻，咁啊替呢個洛迪古斯攻入咗佢今季個人嘅第二個入球，當時係上半場嘅大概4分幾鐘啫，東方就已經咧先聲奪人攞到一球嘅優勢，咁啊跟住咧企穩陣腳之後，見到李文咧開始逐步將個形勢咧有啲扭轉，咁亦都揾到一個攀平嘅黃金機會。可惜米基爾咧接應呢個地波傳中，第一時間嘅抽射啱晒㗎啦，高咗。呢個就更加接近，去到上半場嘅末段，米基爾嘅自由球已經拍爛手掌㗎啦。三眼眼以為門將卡沙路救到，原來望真啲天啊，唔係龍門啊，係條柱嘅外側。1-0亦都成為上半場嘅紀錄。下半場咧開波之前雨勢係轉大嘅，咁啊但係睇落咧好似打下咧個雨勢又收細咗一啲。咁啊下半場咧李文係有啲改善嘅，一開波出嚟已經係壓住東方嚟攻，咁啊而且咧幸運之神下半場企喺佢哋嗰邊。基高里呢場波咧擔負嘅任務都幾多嘅，咁啊又要喺中場組織，又要教炮，仲要咧入埋波添。下半場同樣地都係4分零鐘替呢個李文咧追成平手，呢個亦都係佢今季個人嘅第二個入球。跟住出嚟見到咧有一個傳中波，導致到有一個比較正嘅碰撞啊！梁冠聰咧同呢個潘佩軒撞埋一堆，咁啊結果潘佩軒冇事，咁但係梁冠聰咧堅持咗一陣之後咧，結果都係由於有啲頭暈咧係被換出嘅，咁啊留低咗個機會咧就俾呢個巴科爾，咁啊可能咧因為東方冇咗梁冠聰之後咧作出咗幾個位置嘅調動啊，咁因此咧條防線突然間出現咗好多嘅空隙。咁啊基高里呢個波咧送到去遠處，細估唔到新尼原來伏兵喺呢度，但係佢反應慢咗，同再一次咧把握唔到機會。直接射門又如何呢？個波中籠㗎，潘佩軒呢個波射得唔錯添。不過門將呢卡沙路亦都呢早有準備。咁啊呢位來自西班牙嘅門將，跟住呢個爭議性嘅入球就出現，導致到東方一場歡喜一場空。自由球嘅傳中一路我哋覺得問題都唔大嘅，冇乜人犯規，留低咗個機會，以為呢大狗布丘係咪執到雞啦？咁啊，見到個旁證之所以球員咁大反應，就係源於咧佢第一時間其實冇舉旗㗎，佢走翻向中線，但係繼後咧墮翻後再補翻一支旗就話越位，咁所以咧令到大家真係百思不得其解。但係最終由於冇 VAR 啦，咁呢個波球證最後判決係唔入，一路咧都係 keep 住係1-1嘅比數。咁啊去到完場之後各得1分，對於李文個爭標前途又再次打個折扣，而對於東方爭翻入去爭標組嘅前途呢，亦都有啲打擊。但無論如何，東方嘅表現都係唔錯嘅。最後比數1-1。